Hello，大家好，我係善緣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到我哋癌症自然療法嘅五部曲，而五部曲分別就會有呢個草本標靶啦、中成藥、湯水食療、排毒同埋戒口㗎。而上一集同大家分享咗啦，草本標靶配合中成藥個成效等於1+1大於3，有效壓制住癌細胞嘅複製速度，從而殺癌細胞，跟住可以止痛等等各方面㗎。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草本標靶配合中成藥點樣真正有效幫到自己嘅話，不妨可以致電查詢啦。我個電話係68987897，68987897，同我哋個主管有一個見面嘅時間，由佢專業嘅分析、專業嘅個案，話到俾你聽點樣透過我哋五部曲真正有效幫到你哋㗎。講翻今日先嗱，今日條片其實有感而發嘅，點解呢？我今朝早睇咗啲社交媒體，分別見到兩位女士都係患咗癌症，一個就係乳癌，一個就係肺癌。佢哋分別係分享佢哋嘅治療過程，甚至乎佢治療嘅方法，就叫介紹人哋去做各方面等等。其實大家有冇諗一樣嘢？佢自己都未好翻，就不斷介紹唔同嘅方法俾患者嘅時候，你諗下，以前有一句説話就叫你雖不殺百人，但係百人卻因為你而死嘅。你不斷介紹唔同方法，但你自己未成功喎。首先講嗰個係乜嘢呢？乳癌界 KOL 吳小姐。佢今朝喺自己個人嘅媒體入邊都講話唔好再問佢要做幾多次化療啦，因為連佢主診醫生都答佢唔到。如果係得嘅話，咁點解佢越嚟越差呢？由佢病發低溫開始到而家擴散復發，接受咗好多唔同嘅治療，一啲偏方等等，話咩去泰國做治療啊等等，原來佢係失敗咗翻嚟。有啲患者唔知，我哋其中一個求助者就點啊？聽咗佢講以為得喎，就跟咗佢去泰國，使咗幾十萬翻嚟。好可惜係失敗咗㗎，翻嚟擴散咗更多唔同嘅器官，由一個前列腺癌擴散咗去腦癌、肺癌、肝癌同埋骨癌，咁你諗下，集百癌於一身啊！就因為你未成功，你去分享。好啦，佢就介紹人哋吸氫啦、飲氫水，介紹間公司嘅主管啦，甚至乎係高濃度嘅維他命，亦都係介紹間公司講得幾好幾好，點樣幫到？其實你諗一樣嘢，如果係得嘅，點解佢今日仍然做緊化療呢？仲叫人哋問，唔好問佢做幾多次喎，仲要其實背後佢個痛楚、佢個痛苦有邊個知道呢？只有做過化療嘅患者先知嘅。好啦，另一個啦，一個賣時裝嘅，賣韓仔衫嘅佢係，咁佢係肺癌嘅末期擴散咗去肝等等，佢係介紹人點樣聞氧氣啦，各方面等等咩食飲氫水啊、聞氫啊，甚至乎啲咩飲食治療。其實如果係得嘅，咁點解你未好返呢？成日想講一樣嘢，你未知得唔得又唔成功嘅嘢，唔好立亂去介紹俾人啊！大家去了解之前，甚至乎一定要想知道得唔得嘅時候，要用你嘅自己嗰個思考同埋分析，去分析究竟如果係得嘅，點解佢仲未好返嘅？有啲人就話：嘿，你咪因為講緊呢個五部曲係得唔得？我哋五部曲有好多成功嘅個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成功個案，不妨 WhatsApp 我可以俾到你有圖有真相。其他個案我唔講，先講咗我自己。我得個乳癌嘅患者，我冇做手術，冇做任何西醫嘅治療方案，亦都冇任何西醫嘅藥物食過㗎，乜都冇。我全靠我哋嘅五部曲入邊嘅草本標靶、中成藥、湯水食療、排毒同埋戒口。我自己幫到自己，醫好咗我自己嘅乳癌，呢先叫真正嘅好返。我而家唔需要睇醫生，唔需要覆診，乜嘢都唔需要做，呢啲叫做為之好返，而唔係嘅醫生所講，你好返啦，冇㗎啦，成世食化療藥，成世食標靶藥，錯啊！好返係乜嘢都唔使食㗎，唔係成世都要食藥叫為之叫好返啊！所以大家要清楚明白了解咩叫何謂好返。點解我咁講呢？成日如果係化療標靶係得嘅話，咁點解要食成世？我先講一個個案啦。我哋其中一個患者，咁佢係盆腔癌㗎，60幾歲嘅女士，佢個腫瘤喺個肚度大到好似3/7嘅汽水咁大㗎啦已經。咁佢當佢做第一次嘅標靶加化療嘅時候咧，係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佢喺 WhatsApp 同我哋講：我想死啊！唔好救我，唔好幫我啦，唔好浪費團隊嘅時間同浪費團隊所有嘅嘢啦，因為我真係頂唔到，好辛苦，痛係好折磨㗎。慶幸佢揾咗我哋幫佢，就有個五部曲啦，去幫佢首先止痛。痛係最折磨，咁佢話咗俾我聽，琴晚瞓到5個鐘頭覺啦已經，有所有 WhatsApp 嘅對話圖喺度㗎，我哋係好啦，跟住接到第二次、第三次嘅標靶，打標靶食化療藥，好可惜控制唔到個指數，不斷要加重劑量。佢第三次再食呢個化療藥嗰時咧，係由粒半變咗3粒，足足加咗50% 嘅藥力喺入邊啦。佢食第二次嘅時候已經係痛到瞓唔到啦，已經係成個攤度喐唔到啦，好似殘廢咁樣。咁佢食3粒點頂啊？佢食咗2日已經搞唔掂，係完全棄藥由師。到我哋話俾佢聽，你唔好再食呢個化療藥，透過你嘅草本標靶去配合中成藥去幫佢止痛，提升翻佢脾胃嘅功能嘅時候，佢而家正正常常可以話行得、走得、食得、瞓得，
相反，佢之前食咗化療藥係完全喐唔到啊！如果俾着你，你會點樣選擇？我係受治療，接受治療，希望好返。我唔係接受折磨同痛苦啊！當佢下一次再去做嗰個抽血嘅時候咧，醫生話俾佢聽，佢指數回落咗，個腫瘤係收細咗。呢個就係草本標靶配合中成藥個威力幫到佢啊！佢打咗3次化療加標靶都唔得，反而我哋用一次嘅草本標靶再配合個中成藥係真正幫到佢，呢先叫有效，真正幫到所有個患咗癌症嘅病友啊！可能另一個個案就係子宮頸癌嚟嘅呢個女士，佢做咗手術嘅啦已經。咁佢當日嚟揾我哋嘅時候就醫生話俾佢聽，成世都要食化療藥。佢唔想，因為佢身邊嘅朋友啦、屋企人就係因為化療未完成個化療過程已經離開咗啦。佢唔想自己係行跟隨呢個步伐啦，所以佢選擇唔做化療，揾到我哋去幫佢。咁啊，當日佢未用我哋嘅草本標靶同中成藥嘅時候咧，佢痛啦、流血啦、唔舒服啦、去小便又痛啦等等各方面。即係食咗1個禮拜嘅中成藥咧，已經大大幫佢改善咗。再配合埋個草本標靶同埋中成藥，而家佢冇咗任何嘅痛楚，小便唔痛啦，子宮個位置同埋卵巢完全係唔痛。呢先係真正幫到患者，唔係成世食化療標靶先叫為之好啊！如果係你會點樣去選擇？係咪真係中意成世食化療同埋標靶藥，令到自己生不如死？嗱，如果有緣睇到呢條片咁啱你或者屋企人都好啦，受盡癌症嘅折磨，想了解下五步佢點樣真正幫到你嘅時候，不妨 WhatsApp 我啊，我電話6898789768976897。仲有個好消息同大家分享啊！我哋遲啲咧會構思緊，而家籌備緊開個中醫館，我哋會同一個中醫學嘅碩士同我哋一齊合作，去幫更多患咗癌症嘅病友處理佢哋癌症呢個問題，造福更多患咗癌症嘅病人㗎。如果有緣睇到呢條片，你真係想了解㗎，不妨 WhatsApp 我啊！嗱，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先，下次同大家分享其他唔同嘅個案啦，拜拜。